我由細到大都好憎一句話：你連細蚊事都做唔好，點樣做大事啊？千祈唔好信呢句嘢，就係 PUA 嚟有，等你喺啲細蚊事上面磨到完美，磨走晒你做大事嘅資格。世界上有兩種人，一種係做得好細蚊事，一種係做得到大事嘅。反而係嗰啲細蚊事做唔好嘅人，先至係做大事嘅材料。做得好細蚊事，只需要聽話同細心。做得到大事，需要嘅係魄力同頭腦。呢兩樣嘢幾乎係完全唔同嘅。你叫馬雲去當前台，佢一定係甩皮甩骨，錯漏百出。韓信當年做小兵嘅時候不務正業，走咗幾次，最後要蕭何月下追返佢嚟做大將軍。事實證明佢係千年難得一見嘅軍事鬼才。擅長做細蚊事嘅人會卡死喺細節入面，慢慢冇晒大局觀。做大事嘅人一定係不拘小節，只關心主要矛盾，細節決定成敗。啱啱相反，唔放過任何細節嘅人，精力嚴重地分散，最後一定輸。人一世最大嘅事就係賺錢，將所有精力放喺賺大錢上面就夠啦。又想賺錢，又想湊仔，又想練手勢，仲想樣樣都做到滴水不漏，最後一定玩死自己。幾乎所有賺到大錢嘅人都有一段時間係躺平嚟計，寧願攤喺度都唔去賺啲濕碎錢，因為嗰啲根本唔係自己應該做嘅嘢。人越忙越蠢，做嘅嘢太多，智商跌得越快。攤喺度諗嘢，智商係咁飆上去。諸葛亮外號臥龍，你睇佢喺南陽攤咗幾耐？第時有人話你細蚊事做唔好，你反而要慶幸。既然細蚊事做唔好，就唔好做細蚊事。你或者天生就係做大事嘅人，多啲讀書，多啲觀察，多啲思考，由具體啲濕碎嘢度抽離出嚟。最多1-2年，你會發現自己勁到無倫，然後打臉所有人，